再来看台塑六轻的海水正化场9月底就要开始供水咯。环保团体是认为讲六轻过去拢是因农业用水，今年家己有水源咯，应该当来减少农业用水的使用量。经济部嘛回应讲会来减量，也毋过要减偌济，目前是还未确定。六轻伫打水机用水的问题，长久以来受到环保团体批评，讲是甲农业咧抢水。环保团体讲，六轻产量降低，这3年来，逐工的用水量伫咧19万至21万点5吨，比进前甲农水署签约供水量34.5万吨是要低真济。因为一集暖好用工业用水调度使用农业用水的契约，会伫年底重新签约。即马六轻海水淡化厂有机会伫咧9月底进前运转供水，款团要求都要降低原底合约的供水量。在今年要签的约，就是一定要下修，只能是0到14万吨的水，而且要逐年减工1成。款团指出，中华地层下陷的区域，毋但是伫咧沿海，就连水头的溪洲，嘛以每一年3公分的速度下陷当中。主要的原因就是打水机移保农业的用水互六轻，逼农民都要抽地下水。我们知道地层下陷在沿海，但是从那个源头就开始地层下陷，还在枯水期抢这个地下水的话，浊水溪的水的话，地层下陷势必会越来越严重。针对这点，经济部表示，即个签订新的合约，会降低供水量。台塑那个海淡厂如果做好的话，原则上是我们那个用水量会减少了。那我们会配合那个东西来跟相关单位一起来协调看看。水利署表示，六轻按宽平的承诺，9月底之前要启用海水淡化厂，用水降低量嘛会包括70万吨。迄若实际上减量减偌济，爱伫咧确定用水计划了后才会知影。毋过，款团要是至于农水署向六轻收1度3.3块的水钱，实在是伤低，要求检讨水钱的合理性。记者综合报道。